圣诞节现在被改为 A 诞节，你们知道怎么会这样吗？因为孔孟协会认为，孔子才是至圣先师啊，怎么耶稣是圣的呢？所以呢，他就主张把耶稣的圣诞节改为主诞节。那个谐音就煮鸡蛋嘛，主诞节。啊，那个总统就问周连王牧师，周连王牧师说很好啊，你如果改为主诞节，至少你承认他是主。哇，那孔孟协会说哇，那上当了，他就改为 A 诞节。他们呢就问他说，为什么你要改 A 诞节？因为他说耶稣姓耶，跟耶和华两个是兄弟。昏倒啊，不是啊，耶稣基督，耶稣的名字是旧约的希伯来文叫约书亚，新约叫耶稣，那是音译。他的真正的名字是耶和华是我的拯救，所以耶稣在当时的名字是非常的普遍，很多人都叫耶稣啊。耶稣的意思，因为犹太人他们很乐意把他们的名字跟上帝连结，所以耶稣的意思就是我期许祷告，上帝亲自来到人间来拯救我们。所以旧约里面有预言，将来有一位童女要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叫以马内利，上帝与我们同在。所以圣诞节的意思就是上帝的儿子亲自降临人间，他要与我们同在。那圣诞节我们都在12月25号，其实圣诞节没有告诉我们哪一天，所以真正的圣诞节的时候，耶稣他来到了降生的时候，客店没有地方，那里就在告诉我们，世人迎接耶稣，却没有给耶稣地方。所以真正的圣诞节就是你要把耶稣基督迎接，住在你心里。圣经的启示录说：“看啊，我站在门外叩门，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，我要住在他里面，我要进到他那里去，我与他，他与我一同坐席。”所以耶稣基督来了，他的圣诞节，人间给他马槽，那是一个卑微的地方。但是我们可以对耶稣说：“耶稣啊，请你住在我心里。虽然客店第一次你来的时候，客店没有地方，但是我心里有地方，我心里有个地方迎接你，住在我里面。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，耶稣就住在你里面，而且他就永远不离开你。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，上帝与我们同在。所以圣诞节就是渴望耶稣来临，住在我心中，使我的心成为上帝住的地方。我的身体就成为上帝的圣殿，那我这个人就成为一个圣徒，就成为属于上帝的人。所以圣诞诞圣就是圣诞节来临了，我把耶稣邀他住在我里面，我就成为一个真正属于耶稣的人。我是在1972年被人家邀请去教堂参加聚会，所以我去教会听了很多的讲道，也参加了各种聚会。可是我从来没有把耶稣邀请住在我心里。直到有一天我在祷告室的时候，看到一本书，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亲自做一个决定，邀请耶稣住在我心里。那时候我就认真的祷告。他说，但是你要邀请耶稣住在你心里，你的心里面有很多的脏的地方，那你要在上帝面前向耶稣认罪，然后请耶稣住在你的心里。那时候我就真的认真的祷告，那我就拿一张纸写下我犯的错，我应当做的没有做到，不应当做的做出来，我心里面的意念，就在上帝面前一个个认罪。认完罪以后呢，我就到教堂的那个厨房的瓦斯炉就把它点了，就把它烧了。然后呢，我就请耶稣住在我心中。那时候我就祷告了，请耶稣住在我心里啊，因为我那时候看过有一个卫理公会的牧师的儿子叫宋善杰博士，他在美国的时候，他也跟耶稣祷告，请耶稣赦免他的罪，并且邀请耶稣住在他心里。结果呢，耶稣就跟他显现，
说小子你的罪得赦免了，我要住在你心里。所以我看了那个故事，我很感动。我说好，我也请耶稣住在我心里面，我就祷告了。一祷告了呢，祷告了以后，结果耶稣也没有跟我显现，也没有跟我讲说小子你的罪得赦免了。那我在想说啊，那算了，他既然不讲，那我自己讲好了。其实我那时候把信仰建立在一个复制别人的经验，其实我们没有人能够复制别人的信仰体验。因为我们的信仰是根据上帝的话语，我们都认自己的罪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了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。我就邀请耶稣住在我心里，我就要祷告了。结果呢，我也没有什么感觉，也没有被电到的感觉，也没有什么我就这样祷告了。祷告了以后，我就回去学校读书了。那时候1972年，我是读淡江文理学院，有这个学校嘛就淡江，就鸡蛋加豆浆。那时候我高中在台北读强恕高中所以我们那时候很习惯考试都作弊，所以我那时候考试要作弊。我旁边刚好那时候淡江考试是梅花座，什么叫梅花座呢？我在考英文，前面这个人考微积分，后面这个人考会计，左边那考什么都不一样，只有斜对角还是我同学，斜对角是我同学，那刚好是一个。我那考英文，我的英文是很差，我是强恕高中的那个人是南一中的，那个人就带我去教会的。我说感谢主，上帝的安排，请你帮我忙好吗？弟兄姐妹相亲相爱相帮助，所以呢，我就请他那个斜对角让我看一下。结果这个弟兄就要我出来，他说：“启峰，你出来一下嘛。”我就跟他出去，他说：“你已经跟我一样信耶稣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女，请你不要这样侮辱我好吗？”我说哪有那么属灵的，弟兄姐妹相帮助有什么关系？那时候我就想偷看，可是我心里面突然一直心中蹦蹦跳，我觉得我现在我都非常的恐惧跟没有平安。我说哇，信耶稣有平安，结果我要做了一点坏事都没有平安，所以信了耶稣反而没平安。那时候我就从淡江要到台北聚会，你知道那时候1972年没有捷运，是火车。我就上火车就上去了，我没有买票，因为我高1到高2每天坐20公里的火车，所以我不买票是很自然的，而且一点都不会觉得不好意思。然后时候呢，我就开始瞄淡水要到关渡的时候，有一个人上厕所了，你知道我做什么吗？我去敲厕所的门，查票，拿出来，他票一丢递出来，我就拿走了。结果我要拿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很恐惧，很害怕。我逃票逃了5、6年，4年多，4、5年，所以我那时候很恐惧，我就跑去跟那个车长补票，然后我回来以后就跟教会的牧师讲，教会的那个校园团契的辅导叫傅丽秀傅姐姐，我就跟她讲说，信了耶稣，反正我都一直都没有平安，我活在恐惧里面。圣诞节说，在至高之处，荣耀归给上帝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什么？他所喜悦的人。结果呢，我信了耶稣，一点都没有平安。结果那个辅导姐姐说：“启峰，我告诉你，你祷告了，圣灵住在你里面，你里面有个新的生命，是圣洁的生命，是一个当你犯罪，当你有不好的意念的时候，圣灵会在你里面担忧跟提醒。”所以你要顺从圣灵而行。我那一次才真正的感受，耶稣基督是昨日、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的主。所以耶稣基督要住在你里面，而且给你一个新的生命，是一个崭新的生命，是一个荣耀的生命，是一个尊贵的生命，把你的悲情下平，把你的一些全部替代。所以今天圣诞节，真正的圣诞节就是你邀请耶稣住在你心里，你向耶稣祷告说：“主耶稣啊，我心有空处，为你，请你住在我里面，请你住在我里面，而且永不离开我，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。”好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，请你双手合十，低头闭目。你若愿意，你可以学习像我当年的祷告，你今天就可以体验让耶稣住在你心里。好，请你跟我开口祷告说：“上帝啊，我需要你，
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和我生命的主。求主耶稣进入我心里，求主耶稣赦免我的罪，使我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。求你管理我的一生，使我得着新生命，并且得了更丰盛的生命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阿们就是诚心所愿。当你真诚的这样的祷告，耶稣就住在你里面，耶稣就要与你同在，你就成为上帝的儿女。愿今年的圣诞节，圣诞诞生，让你身体、生灵、生命都分别为圣，成为属上帝的人。那个圣的意思是属上帝的人。愿上帝赐福大家。谢谢。